先攻听最狠的一句话，医好无数人携精神内耗，放下执念就是重生。歡迎來到陳先觀眾。當代人最大嘅精神枷鎖，莫過於無休無止嘅精神內耗。夜深2點時，明明身體早已疲憊不堪，大腦卻像同時開啟了100個後台程序，反覆會放逐今夜開私隱，明夜開未知，往思考一看。你越是強迫自己停止思考佢哋紛亂嘅念頭面，越是洶湧，如同漲潮嘅海水，一波接一波地把你淹沒。這個困擾了現代人千百年的心靈困局，早在2500多年前就被佛陀徹底破解。在浩如煙海的佛經中，被譽為諸佛之母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，雖僅有5000餘字，卻蘊藏住斬斷一切煩惱嘅般若智慧。而其中最風靡、最直接人心的8個字，便是人老早為明，在聽聞的當時會用開悟的，因無所住而生其身。一個目不識丁嘅醜婦，僅憑這8個字，便成為禪宗史上最具影響力嘅祖師之一。呢句話嘅力量，足以穿透時空，為每一個是痛苦中掙扎嘅靈魂照亮前行嘅道路。一句說話道破所有美好嘅本質。佛陀在所謂過去時嘅孤獨園講法時，長老須達多曾提出一個困擾所有修行人的終極問題，是轉發不開心的善男子善女人應如何安住其身，如何降伏其妄念。何嘗不是我的各個每日都是靠問自己嘅問題？如何才能讓這顆躁動不安的心平靜下來？如何才能不被各地無休無止嘅念頭所控制？佛陀的回答層層遞進，從破除我相面心，眾生相受之權，到將撇無相不棄的真諦，最終將所有智慧濃縮為這8個字：因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所謂無所住，並非讓你逃避現實、放棄責任，更不是逼你變得冷漠無情。它真正嘅含義是，你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事，可以全心全意地愛人，可以擁有遠大嘅夢想同追求，但絕不能一心被你的事物所束縛。腦有水彈，它可以穿越高山峽谷，可以挖出瀑布溪流，但永遠不會停留在任何一個地方。而生其心，這是指保持一顆清明主情心，全然地活在當下一刻，無沉溺於過去嘅遺憾，無焦慮於未來嘅未知，只是清清楚楚地覺知當下發生緊嘅一切。佛陀說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例如一入定，應作如是觀。世間萬物皆為因緣和合而生，冇永恆不變嘅實體。我哋所追求嘅一切，不過是清晨嘅露珠，天邊嘅閃電，轉瞬即逝。你念佢唔卻偏偏要抓住這些本就留不住的東西，在求而不得的過程中，將自己折磨得遍體鱗傷。3個故事都同般若智慧嘅真諦。故事1，被作惡事與你路嘅執念。故事1，兩位修行僧結伴同行，前往遠方的寺院參學。行至一條河邊，見一女子淚雨滿邊，面露難色，不敢涉水。年輕僧人見狀，立刻轉過頭去，心中磨練之慮，不敢與女子有任何交集。年長僧人卻徑直走到女子面前，問道施主可是要過河？女子點頭稱是。年長僧人明話，來我背你過去。過河之後，年長僧人放下女子，繼續趕路。年輕僧人佢一路悶悶不樂，心中反覆糾結，始終身為出家人，怎能背女子過河？豈不是犯了戒律？他越想越氣，越想越覺得師兄不對，曾經做了惡事與你路，心中的執念始終無法放下。年輕僧人忍不住停下腳步，質問年長僧人為何破戒。年長僧人聞言淡然一笑，我在河邊就要把他放下，你怎麼卻背了他惡事與你路還沒放下？年輕僧人恍然大悟，真正逼住痛苦嘅從來不是被女子過河呢件事本身，而是絕對自律性行事嘅執着。年長僧人繼續開始做做完面放下，心中不留一絲痕跡。
年轻3年出版了一件事，牢牢背在心上，掌握了自己一路。故事尾，萬事的茶杯。有一位飽讀經書嘅後生子，千里迢迢來到一座國師，向一位德高望重口禪師求法。年輕人自視學識淵博，認為自己只差最後一步便能開悟，因此態度頗為傲慢。禪師見到主並未講經說法，直接說飲杯茶請啦。說罷面拿起茶壺，往後生子嘅茶杯度斟茶。茶水後佢就慢咗，但禪師卻冇停下，繼續往杯度倒茶水溢出杯口，流了一地。後生子急忙說道：禪師，茶杯又滿倒又咗。禪師放下茶壺，遞咗句話：你先做好事每隻茶杯，裏面有裝滿自己開智見同想法。如果不先把自己杯倒空，我點能俾你講法呀？後生子聽後，羞愧難當。佢先明白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執着於自己知識同見解，以為自己識得好多，實際上卻關閉咗接受新智慧嘅大門。真正可修行，首先要擁有一顆空杯之心。故事3，我境可樂業。有一位企業家經營住一家規模龐大嘅公司，手下有數百名員工，在外人睇落佢風光無限，但只有佢自己知道佢為的有多貴。每一日真人無需記載年等早貴嘅財多，每個決定都關係到公司口實存亡同數百人開心志。被變得越嚟越謹慎，越嚟越害怕犯錯，因為一個決策而出現難明。佢試過各種方法緩解壓力，提醒李醫生運動告假，但都只能暫時有效。每個都有那種沉重嘅焦慮感，又會捲土重來。一天，佢嚟到一座寺院散心，遇到了一位老和尚。佢未見上老和尚，傾訴咗自己嘅煩惱。師父，我覺得自己是個陀螺，猛旋轉，根本停唔落嚟。我想放下，但我堅守要善多做人，我可以放下呀。老和尚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走到院子裡撿起一片落葉，放在他的手上，說我跟他喺企業家走咗啦。老和尚又掙扎又未啲，企業家緊緊住着拳頭，不一會兒呢，手就開始發酸發抖。老和尚問：累嗎？企業家點點頭。老和尚說就鬆開手，企業家鬆開手，落葉掉在了地上。老和尚說：你的一直種晒個地度，你握緊它，它在；你鬆開它，它都死。握緊它，你隻手會攰；鬆開它，你隻手就輕鬆咗。但業績本身並冇任何改變，企業家若有所思。老和尚就說咁：你開公司還該找人，你靠住才做好事這片業績，他們是客觀存在的，你需要去處理他們，但不需要把他們緊緊攥在在手裡。做你該做嘅事，做完就放下，唔好俾他們成為你心嘅負擔。就是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一個企業家一聽都光晒。原來放下不是放棄責任，而是一種更智慧嘅承擔方式。3個方法在生活中謹記。定講智慧應無所住而生，其實唔是一句空洞口號，而是一種可以實際從生活中見到佢生活智慧。不需你咬你遁入空門，不需你喊頭一次，只需要你在日常中多一點覺察，多一點練習。第一，練習觀照念頭。當你發現自己心路念頭開始模式，停落嚟先，做一次深呼吸，然後問自己：我係加深定意義？眼光的疑問，命能由你由念頭中抽離出嚟，成為念頭可觀察者，而不是被念頭控制開落嚟。你不需要壓抑念頭，都不需要對抗念頭，只是靜靜地對住它，就好似對住天上飄過開雲一樣。雲來了又去，念頭來了又走。而你始終是你嘅清明嘅覺知者。第二，練習主動放下。真正嘅放下，不是強迫自己不去想，而是一種主動嘅選擇。當你執着於某件事時，先問自己3個問題：呢件事我可唔可以改變啊？如果能改變，我將會一陣滅至咩？如果不能改變，我為他煩惱有用嗎？如果能改變，就立刻去做，做完就放下。
如果不能改變就坦然接受，然後將注意力轉移到你能控制的事情上。第三年是活在當下，我的90%痛苦都不是來自當下，而是來自對過去的回憶和對未來的擔憂。要經常把自己拉回到當下，可以透過關注呼吸的事情，吸氣時知道自己是吸，呼氣時知道自己是呼氣。都可以透過專注於當下正在做開始的事情，吃飯時就好好吃飯，感受食物嘅味道；走路時就好好順路，感受腳步嘅移動；工作時就好好工作，將全部注意力放在手頭嘅任務上。放下即是重生，應無所住而生其身，這8個字是治療精神內耗最有效嘅良藥。它們會俾你嘅生活變得一帆風順，不會俾所有嘅問題都消失，但它會改變你看待問題嘅方式，改變你體驗生命嘅方式。當你不再執着於過去嘅遺憾，不再焦慮於未來嘅未知，唔再被人嘅評價所左右，唔再被自己嘅期待所束縛，你就會發現唔係生命嘅自由啊！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，但工作唔會成為你嘅全部。你可以深深地愛一個人，但唔會因為對方離開而崩潰。你可以擁有夢想和追求，但唔會因為暫時嘅失敗而絕望。此刻的你準備放下冇嘢，係放下對過去嘅後悔，還是放下對未來的恐懼？是放下對別人的怨恨，還是放下對自己苛責？放下不是被人殺，而是一種勇氣。放下意味着你肯挺自立後，肯俾自己嘅重生嘅機會。當你真正放下咗嗰啲不該背負嘅重擔，你會發現生命原來可以如此輕盈，如此自由。願你能真正領悟應無所住，來鬆懈心的智慧，在紛繁複雜的世界中，保持顆清明自在的心，放下執念，迎來重生，